来关心疫情过后，民众出门观光，啊，毋过呢，咱国内即马饭店旅宿业者是欠工欠甲真吃力，欠卡手继续着起，这嘛影响咱国内的旅游市场。有风声讲，行政院打算要开放，予旅宿业者会当请外籍移工。交通部已经有证实讲，观光署已经有提出方案。 甲枕头巾、床巾拢换新，防务人员爱伫上短时间内，甲民众退房了的房间摒扫清气。疫后观光真热，啊，毋过国内旅宿欠工的问题也是无解决，连带地属业者供应用能不足，房间起价。即摆传出行政院计划开放旅宿业聘雇外国籍劳工。劳动部也希望说能维持国内的稳定就业了哈。 比如说，他认为中高龄的这个市场哈，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哈？我想这部分我们就也跟劳动部讨论以后，再做最后的确认。根据观光署统计，目前旅宿欠工差不多8000人，其中房务清洁欠5500人。有业者就讲，总共甲薪水为较早的27000至28000，调整为即卖至少3万起薪，各加奖金。不过，国内少年人甲中高龄的人也是无愿意做房务人员。 因为部分星级饭店，一个房务人员平均都要摒扫13间，互大部分的人拢唔敢做。即摆来做有人力会当运用，当然会真赞同。补进来我觉得对于这个人力的填补会有相当大的注意。房务人员呢，现在普遍薪资待遇都已经提高了，比较重要的还是在于工作定义的内容，然后。 培育的这个过程。不过学者认为，旅宿业招无员工上介大问题也是薪水少。人家其他行业也在缺工，也在加薪啊。你提高待遇以后，还是没有竞争优势嘛？过去一个铺床工可能只要铺10张床，现在可能要被迫铺到15张床。这时候重手给你调薪调个2成，基本上那个还是没办法弥补工作负荷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代价。 观光署表示，针对旅宿开放移工已经提出初步方案，不过要由劳动部来做确认，包括开放人数、开放职缺、就业的年限等等，嘛要兼顾袂去抢到本地就业，会持续收集各界所提供的专业意见，做进一步的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